Zimon leje kung kang sa. Some kenyi lora la zipa gasika. Nga lo de yi. 俺你做嘢，老都错，啥也公用用穷就人啦。俺用钱的呢，啥钱的啦，才话巧嘢。 Lo tu cho. Nga zi sheri ka lo gon jene. Dering ka no den cho la lo yung shi shi. 擦人的求的这把人，对恰。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上溪流河川中闪闪发光的不仅仅是水，也是我们祖先的血液。那清澈湖水中的每一个倒影，反映了我们的经历和记忆。那潺潺的流水声回荡着我们祖辈的亲切呼唤。河水为我们解除干渴，滋润我们的心田，养育我们的子子孙孙。河水运在我们的木舟，木舟在永流不息的河水上穿行，木舟上满载着我们的希望。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转让给你们，你们一定要记住，这片土地是神圣的，河水是我们的兄弟，也是你们的兄弟。你们应该像善待自己的兄弟那样善待我们的河水。 但把吃龙吃，为在冷龙吃完呢，吃完用把马些，俺在每步也送茶就也，当中草莓这些芝麻的，俺在地上当吃着参与，通通把别吃着弄的，俺在每步也人民对于，这位俺家个广东是不是参考说，这位叫俺家个不让参就凶。 这位新知县的些，现这一点的，俺在热瓦库呢，大点允许的这位你难就，嘎的，俺在杀人的事呢，切错了过呢，这叫个三兰怎么些了，杀人的有这个，张切呢，俺叫个本大人啦，切叫个本大有人，这句让人家本大啦吉凶些把人，俺叫个张切啦吉凶下去。 Garin da la te chaji. Nganchi thanye saba khashi yunda chi shi. 潺潺，通通，永流不息。大点允许的，河水为我们解除干渴，滋润我们的心田，养育我们的子子孙孙。河水运在我们的木舟，木舟在永流不息的河水上穿行，木舟上满载着我们的希望。 这位俺家个广东学习参考说，这位讲俺家个不让差就凶，这位现这现的些，现这一点的，俺在热瓦库呢，大点允许的这位你那就。 Ta nganchi nyam de thanyen reshe ko la chi ta. Thanyen reshe. 词语解释：潺潺，潺潺就是形容水缓缓流动的样子。通通是把呢，这我大讲把别弄把那个。 永流不息，永流不息就是永远流动、绝不停息的意思。 大的允许这把呢，大的200面积，人特别点。 Sheri sema. 语言文化小贴士。作者西雅图艾辛德尔·乌勒兹·荷尔克酋长，他是美国华盛顿州州境内的印第安人部落的领袖，信奉天主教，乐于与白人移民共处，并同西雅图的创立者之一戴维·斯温森·梅纳德建立了私人友谊，热爱大自然，倡导保护地球生态环境。19世纪50年代，华盛顿特区的白人领袖想购买美国西北部的印第安人领地。这篇课文是当地酋长西雅图写给白人的一封信，让他们好好善待这片土地。之后，为了纪念他，就将这片土地取名为西雅图。根据梅纳德的建议，西雅图即得名于西雅图酋长。西雅图著有《这片土地是神圣的》，
这篇文章是根据当时印第安人酋长西雅图的回信编译的。西雅图对白人很友好，白人居民还在他的墓地上建立了纪念碑。西雅图的印第安领地被白人强制收购后，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印第安酋长，将这片土地以他的名字命名，也就是现在美国西雅图市。西雅图酋长在被迫离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块土地时，曾对驱赶他到保留地的白人说道：“我走，但我在走之前，我对华盛顿的大首领有一个请求，我请求你们能像我们一样的善待这片土地上的生灵。”西雅图酋长深知，人类如何对待环境和其中的生命，最终都将变成人类自己的命运。他是为整个人类而请求，可是，在自然法则被执行之前，西雅图酋长的话无人在意。俺亲娘的，他念沙巴地错下用这些。潺潺，通通，永流不息。多点允许的。河水为我们解除干渴，滋润我们的心田，养育我们的子子孙孙。河水运在我们的木舟，木舟在永流不息的河水上穿行，木舟上满载着我们的希望。这位俺叫个感动谢谢，参考说，别位讲俺叫个不让差就凶。这位很直线的些，很正点的，俺去热瓦克呢，到底允许这这位你那就。老朱错，前期别人个弄得匆忙写一句，但俺去举行了啊。老朱做，我个家一弄，喉咙也别他你的讲些。碧潺潺，连着说，年真的这主不错，但俺今年的别人个龙彩路灯用下经典啊。溪流河川中闪闪发光的不仅仅是水，也是我们祖先的血液。那清澈湖水中的每一个倒影，反映了我们的经历和记忆。那潺潺的流水声，回荡着我们祖辈的亲切呼唤。河水为我们解除干渴，滋润我们的心田，养育我们的子子孙孙。河水运载我们的木舟，木舟在永流不息的河水上穿行，木舟上满载着我们的希望。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转让给你们，你们一定要记住，这片土地是神圣的，河水是我们的兄弟，也是你们的兄弟。你们应该像善待自己的兄弟那样善待我们的河水。老朱错，别人个录着草的人就建议，打从嘛demo 起，demo